今日咧好高興咧嚟到阿周總 Stonewood 集團啊呢度總部啦，揾到Stonewood 嘅創始人阿周總。咁因為我哋喺中國大陸咧開始同阿周總去 promote 呢個光伏能源啦。咁其實周總咧，我知道咧都係一個好勵志嘅人物嚟嘅。喺新西蘭咧，即係喺華人圈子咧家喻戶曉嘅企業家啊。我唔應該講大老闆，應該講企業家啊。佢嘅奮鬥史咧，亦係我哋華人喺海外咧一個好好嘅一個叫做榜樣嚟嘅。周總咧從呢個叫做快餐店起家，咁咧而家集團覆蓋有做房地產㗎啦，做酒店㗎啦，做光伏能源㗎啦，仲有做嗰個 AI 嘅。同埋喺海口同海南省政府一齊做呢個私募基金。咁今日有請阿周總咧，歡迎周總啊！多謝阿黃總，大家合作咁就過嚟參指教啊！唔係我過嚟學習嘅周總，你係我哋華人嘅榜樣嚟。因為經過嗰個93個閱兵，即係身為一個中國人都好自豪。同埋而家一比一年好咗。喺1984年過嚟，40年以前就冇乜中文字，而家喺機場你見到越嚟越多中文字，所以就國家強大，就身為中國人都好自豪。咁就希望同阿黃總多合作，就我都會經常就2-3個月去海口同我啲同事調研一下嘅。咁咧，但係周總我知道你喺奧克蘭咧好多嘅一啲地產項目啦，咁同埋有酒店嘅，咁我哋一陣咧就會去睇下你啲項目嘅喎。係，我上去睇下200年嗰個酒店Radisson 總公司就係上海嘅錦江集團。錦江集團而家應該全球都排前4㗎啦，係嘛？就酒店行業排前4啊，就亦同阿周總喺奧克蘭最核心嘅地段有一個酒店嘅20年嘅租約。20年嘅協議，咁所以喺新西蘭華人圈子你真係家大業大嘅喎。咁希望我哋可以未來喺中國大陸市場咧出現更加多周總嘅項目啦。無論係光伏又好，酒店又好，呢個傳統嘅住宅市場又好，包括我哋喺海口嘅一啲私募基金，同埋我哋都希望見到周總嘅身影。祝大家我同大家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好。